Hi，大家好，我係 Crystal，今日同大家嚟睇呢個咧，邱景利嘅一個新鴻基嘅一個 Sunken Hill，咁嘅一個咧963尺，內置樓梯咧上一個私人天台嘅大單位，望翻呢個向東北偏北嘅一個海景同埋呢個球場。我哋而家即刻一齊睇下。咁廚房咧有3邊工作台，明火煮食，一系列名牌嘅廚具，交流標準。咁個廚房咧可以望到呢個海景，咁啊望到向呢個墨爾文國際學校好開揚嘅景觀，望到觀音像添。咁呢個工人號廁姐姐房。我哋望一望個客廳，因為佢嘅陽台，景觀好開揚，今日非常之好嘅天氣。我哋出嚟望一望景觀，係單邊位置嚟嘅呢個屋苑，係非常之高嘅私隱度。咁同埋成個白石角嘅住宅群，其實佢都係 low rise 嚟嘅。咁啊，呢個景觀已經算係好高噶啦，去到，因為呢個係天台特色嘅。望望個客飯廳長方形嘅，好，都有一個大音屏。呢係第一間睡房。撥地企缸，咁呢度係主人套房，有 L 型窗。呢個嘅一個名詞浴缸，天台有543尺嘅使用，私家天台嚟嘅，連住間屋嘅，成個區都冇啊！新界東延線加埋呢個馬鐵線，但係唯一路數到落去烏溪沙都好少有嘅內置樓梯嘅天台戶。咁啊，望兩邊海景，呢邊唔遮嘅，呢邊如果遲下起樓咧，有機會遮嘅，但係遮唔得晒嘅，咁啊點都望到啲㗎，唔會完全冇晒。個天台好方正啊，好大。如果多朋友咧，招呼朋友一流啊，有來去水位。咁啊，都係望翻咧。自己個內園泳池景啊，好開揚啊呢個，咁啊價錢親民，如果有興趣可以隨時 call 我約睇樓啊，多謝。